天水圍飛馬對愉園啊，爭奪足總杯4強嘅最後一個席位嘅。賽前呢，較為睇好嘅當然係飛馬啦。今場波呢，因為伊達同埋馬連斯要停賽，結果位置由麥寶美同阮建文取代嘅。至於愉園呢邊呢，馮振廷依然繼續擔任單箭頭啊，高凡係未能夠上陣嘅。我愉園喺左路又開出一個角球，一下斬俾陳炳哥頂中尾啊！但係之後呢，又有喺門前接應球，隊友嘅傳送補一腳。愉園喺開波37秒呢，首先領前1-0啦！真係莫非足總杯真係爆冷嘅溫床？但係好快飛馬就追成1-1啦，劉念日啊！呢名飛馬嘅後衛喺落後冇耐啫，落後分零鐘左右就追平1-1嚇。之後就好快咁繼續再出呢個反擊㗎。李康廉左路傳中，黎智星門前頂入成2-1。黎智星一頂咧冇人看管㗎。結果呢，飛馬呢話咁快就已經反超前2-1啦。仍然係飛馬嘅進攻喎，呢下搞為不遠㗎。張健鋒一下遠射，張衛康呢先撲再接實㗎。今場飛馬嘅埋門都好多㗎。呢個罰球都相當之咁磅啊！哇！呢邊馬里奧呢個接邊嘅傳頭槌一頂，哇！但係張衛康竟然接實咗喎，令到馬里奧都唔能夠相信啊！張衛康咁都可以接實到啊！哇！呢下呢，一個直線傳送俾馬里奧勁射入網，3-1嘅比數。終於呢一射破咗張衛康嘅十指關啊！劉念一呢個傳中波，CC搞嚟不遠嘅。張健鋒就係傳中馬里奧門前插水式一頂入網。雖然好早就落下一球，但係飛馬話咁快已經將比數拋離到4-1啦。飛馬仍然喺完半場之前都有個機會繼續擴大領先優勢啊！呢下 CC 搞入不遠啦，梁子俊回俾後邊張健鋒一射，射中咗網得嘅啫。比賽嚟到下半場嘅階段啦，劉念日俾到底線有梁子俊，呢下馬力我一頂中未出界嘅。可能到飛馬呢邊嘅阮建文，俾喺左邊呢邊呢，右邊梁子俊冇人看管之下一射呢，考驗些少力度啊，結果俾張衛康擋出咗啦。跟住梁子俊繼續撕破愉園嘅左路防線，呢下呢，馬里奧撞射，張衛康先救再撲出㗎。張衛康呢場波呢，救咗唔少險球啊！好啦，跟住李凌峰後入替啊，一控再射，將比數拋嚟到5-1啦。你老尾李凌峰入波，呢個係李凌峰喺足總杯嘅第一個入球嚟嘅。好啦，麥寶美漏到俾馬里奧啊，但係佢選擇交與射之間選擇射喎，呢下射中尾啊！好啦，張健鋒呢開出，張衛康出迎有聲失誤啊，結果波落咗喺李凌峰之後射入咗梅開二度啊！結果飛馬呢亦都係最後以6-1大勝愉園，出線4強，將會面對住上年決賽對手大埔。
雖然贏6-1啦，但係開波37秒就先輸一球，其實嗰刻發生咩事啊？球隊唔集中啦，即係其實教練 Rambo 已經提醒咗我哋一定要由開波開始到完場先都要集中，但係我哋即係嚟得太快啊嘛，即係冇預到對手會壓俾我哋，自己犯錯輸咗角球之後，角球冇出邊嗰個門環變咗斬入嚟，全部都係即係冇預計到，變咗突然之間搞到我哋唔集中咁輸波。咁之後都好快咁冚翻上啦，上半場我已經一早就打到4-1，其實係咪因為都唔想嗰個落後情況拖得太多而即時作出一個回應咧？絕對係，因為即係失波太早，即係太多37秒出嚟話就係如果我哋唔係可以短時間內追翻，因為我哋應該係5分鐘內追翻嚟可以。6分鐘已經6分鐘，跟住如果唔係咁快嘅話，我諗長夫係還踢好多咯會。即係反而我哋盡早去反先嘅話，就可以令自己踢得舒服啲。下一場去到4強啦，對手將會係上屆嘅決賽對手、大埔。點睇呢個對手咧？一隊好硬嘅球隊咯，即係你贏到2球都未必話真係贏硬嘅。咁因為大埔班球員嘅鬥志啊，或者體能都幾好啊，即係變相其實都係一場硬仗。但係我哋之前2場聯賽都贏咗佢，變咗信心都會大啲。